一口养生五谷粉会需要几种原料？几百种的，一个客户啊，像我现在讲就200个客户，一个客户10种就好。你这样就想，就至少有多少2000种。所以我现在都数不清我的配方有多少。抹茶、五谷杂粮和草莓口味，天然食材取代人工色素，结合乡镇特色的客制服务，很到位。哎，这个我可以猜得出来。红枣对不对？对，红枣。面线玉清雄，味道很清香啊。当清香哈，味道很清香。因为也还甜盐。哦，因为是天然的，你也可以说因为黑甜盐鸡，对不对？因为是天然的。天然的。民国64年开始经营豆类食品厂的林文秀，蓬勃事业一度因经营不善走下坡。低潮时，一张刁难的订单是他转型的重要关键。他要的是中苦的，我一下要20-30种的一种味道，你要给我做出来。我那时候是真的硬着头皮，我现在调出去，有时至少他打了10次的肥票，他味道不对回来，味道不对回来，一直重复到他满意为止，这个东西才算成熟的。站稳复方养生粉的市场，现在一线食品大厂也跟林文秀下订单。今年还推出印象商品小石磨，浓台湾复古味，国外客户也大感兴趣。因为很多人已经不曾看过这东西，只能从长辈的口中听到嘛。在原先代工的基础上延伸触角，林文秀以概念做奠基，外销全世界。我觉得求新求变是任何一个企业它必既有的一个条件，我们就是一直朝这个目标走。所以过去的2年金融风暴对我们影响不多。作为五谷粉代工大厂，在历经金融风暴，业界还能逆势成长1.2倍。求胜求得生存的关键在于非常清楚自己的方向。老板说就是要满足客户的需求，这句话说得简单，过程中花时间，不怕被刁难。面线一千雄，以味黑甜盐鸡。面线一千雄，以味黑甜盐鸡。